我知你氣大活好，你收埋佢，啲鬼火嚟挑戰佢，一腳油門就叫佢食塵。俾你老味我撞埋牆啦！我也來蹭一下熱度，拍一下這個比亞迪的漢 L， 這個是雀仔啊，他買的那個新車，這個車1100匹，再加上他另外那個也是1000匹那個車，你睇下講緊幾廿萬，2次嘅拍手，證明了一句話，就是馬力不值錢的這個年代。說實話，我試車之前呢，我有幾點疑問的，或者說有一點點要觀察它的地方。第一個就是漢這個平台，漢這個平台很成功，賣了很多。不過呢，現在這個車型要面臨一個換代的情況下，我們怎麼樣不失去原來那個基本盤？畢竟有很多那種高端的網約車啊，都會使用漢去作為一個這樣一個車型嘛，會不會對這個品牌、對這個漢這個家族形象方面有一些固化呢？所以呢，在新的換代的時候，一方面我們要鞏固原來取得的成果，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漢這個家族吸引一些新的這些用戶，所以他用的那個策略就是在這個車型上面呢，丟了很多破天荒的全球頂尖的技術，廣告費也管不到的技術，這個車丟進去了。另外一個我擔心是什麼？這些東西丟進去以後，例如1100匹的這個馬力，放在這個看似人畜無害的這種行政型的轎車上面呢，它 hold 不 hold 得住呢？這個車有沒有這個實力去接受這1100匹大馬力的這種灌溉呢？這個也是我心裡面一些疑問了。還有一點，我們現在要的這個東西不外乎就3個，一個自駕，一個是馬力，一個就是充電速度哈。這3個賣點在叉3呢全部都有搭載。我先說自駕，自駕這個車就全系標配啊，20萬起步的那部 DMI 這個版本都已經有了。激光雷達、天神機眼臂啊，這個車全系標配。所以在輔助駕駛硬件這方面呢，不用擔心，這個車全系拉滿。第二個、第三個，這個就不得了了哈！30萬以下，廣告法都管不了，全世界獨一無二，2個1000這個充電速度，這個車是有的，1000伏高壓平台，現在主力是800伏，是不是？你有沒有1000伏？而且這個軀體可以承受1000安的電腦的衝擊。1000安1000伏啊，什麼概念？因為這個車意味着它有一個實際的這種充電倍率。理想條件上面啊，在比亞迪的兆瓦閃充的這個架構上面呢，它最快就是5分鐘就可以從10%到80%，它可以他媽就可以充滿。而我們實測這個車10%到80%，這個速度距離它5分鐘有點距離。但是因為它是公共裝嘛，還有其他在用嘛，9分多鐘一個速度。如果以後用到比亞迪自己那個裝，它據說這個裝要建幾千個，而且所有誰什麼車都可以用，不是它獨家的。但是哪怕是現在目前外面的裝，這個車市售隨便去做，它可以9分多鐘，10%到80%。我就問你，這個水平夠不夠頂？30萬以下沒有哪部車充電比得過它，就是給大家帶來的一些價值了。第三個是什麼？30萬以內可以買到1100匹馬力，還有誰？你給我站出來，沒有了嘛？是不是啊？所以這個漢 L 出來的時候呢，你喜歡它也好，不喜歡它也罷，我剛剛說的這3個，目前這個年代，我們要拼一個產品的實力，所有車廠都要捲的了，所有車廠說不天了，說半天了，就是剛剛說的那3樣東西，2個世界第一，再加上一個完全是行業的主流水平，我想這個也是比亞迪拿出來一個誠意哈。還有一點，如果你是賣很貴的話呢，我可能也對你那種興趣度沒那麼高，但是20來萬，我身這個頂配27萬就有這樣一個車型，我覺得真的是良心拉滿的。其實我也很好理解哈，這個車哪怕馬力那麼大，但是它那個外觀都是人畜無害的，為什麼呢？因為它是漢家族的其中一個成員。我剛剛都說了，這個家族很成功，你貿然去改了它，就不像一個漢了，換成其他那個車型，這不行的，你基本盤就沒了嘛。所以呢，這個捉跟飛起這個樣子呢，還是依然跟以前一樣，這個是保留了。還有側邊那個線條或者各方面，它是在工藝上面，包括像這些全屏的這種工藝哈，這個工藝很高級，但是你整體看出來這個氣場或者這個氣質是沒有變的哈，所以還是一部漢，這一點是比亞迪做的一些功夫。還有一個，我們看一下內飾。和以前它那個前輩相比，油膩味就少了不少了嘛。肥膩的那個車廂蠻好嘛，而且是少有的是比亞迪，我很希望去做的什麼，就是它在做減法了。這個內飾簡單的很簡潔，包括像這些東西都沒有很複雜的元素。有一點我是對這個車廂是尤其滿意的，就是它在造工細節方面，我覺得看出它那個認真的水平。你看那個位，車門的這個位置和儀表台這個位置那條拉，是我最近試的那麼多車裡面，它是對得最齊，並且這條罅是最窄的。
好多都離行離辣嘅，又或者個高低不平嘅，大部分車都是這樣的。我很罕見居然在這個車上面看到，無論是這條縫，還是這個門邊和儀表台中間這個落差，還是這個縫線的這個位置，全部都可以對得齊，是吧？不僅是這個，還有關上門你就可以發現了，這一條線的紋路和那個車門上面的紋路也是對得上的。所以這一點也看出比亞迪現在在造工工藝方面呢，也和以前相比是有了一點追求了。包括這個空間內飾啦，說實話，你跟1100P 完全沒有太多那個想象，它還是原來那個水平。所以我簡單去總結一下，其實整體的風格或者說氣場都和原來的漢是差不多的，但是無論是外觀還是內飾，從氛圍、設計感審美方面、造工方面，都和原來有了一個質的躍升，我挺滿意的。接下來我要開一下這個車，這個才是我更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呢個價錢可以買到呢個馬力係一件好魔幻嘅事情，你點諗到下？20零萬1100匹呢件事太誇張，你再唔使錢啊，你抌落嚟會嚇親人噶嘛，係咪先？我知你馬力大，掉個電機落嚟，你有本事比亞迪嗰條魚塘話好多條魚啊嘛，大家咁講噶嘛？我擺條大魚喺度，嗰個價錢可能擺個600匹馬力嘅電機同擺個1100匹嘅電機差唔多嘅啫，我俾個大嘅你咁你覺得賺啲叻啲？係咪就係好呢件事？漢其實以前都有個高性能嘅版本噶嘛，舊款嘅漢。老實講句就係力大飛專加速嘅嗰啲彎或者各方面嘅嘢咧，其實我認為未準備好承受咁大副機器嘅。好啦，新款佢馬力比以前更加之大。但係我亦都睇到佢底盤亦都全方位升級咗前雙叉臂、後多連杆嘅連掛，並且佢用料各方面都係高檔嘅。但係我再睇下佢條胎，我又有少少糾結啦。245 19寸嘅胎係好普通嘅私家車嘅一個尺寸，1100匹咁樣輪胎規格又破咗個世界第一嘅，我相信係冇嘅。嗱，帶住呢種種嘅疑問，我相信亦都係咁多人問我，叫我袁啟聰去講下呢部車究竟揸起身嘅點解嘅，都係同呢啲矛盾係有關嘅。好啦，我先講下，其實呢架車咧有3種駕駛模式嘅，分別係經濟、舒適同埋運動。雪地呢個係算特殊工況啊，我就唔講。咁就呢3種模式喺呢一部車上邊，我認為佢嘅嗰個特性都係一樣嘅。如果我都係正常開，無論邊種模式，我唔會話架車突然間好似啲以前啲燃油車啊或者啲 AMG 啊，你一調個模式，嘣一聲成架車像崩前你一樣，呢架車唔會。性格方面冇變化嘅。嗱，而家地台一插落去，無論邊種模式，嗱，睇到未？我3種模式變，我無論邊種模式，我踩油門頭嗰3/4秒，架車都係差唔多嘅。踩落油門，等個動力銜接上去之後，佢分別以3種唔同嘅能量嘅方式去爆發落你架車度。佢就係一個動力方面嘅區別嘅，成架車嘅感覺唔會有大變化嘅。所以我想表達嘅係咩呢？其實呢一部車佢嘅底色啊，已經係寫定咗一個固定嘅程式嚟㗎啦，並唔會話因為佢唔同嘅駕駛模式去徹底改變呢架車嘅性格，唔會發生喺呢架車上邊。不過佢甚至有個競速模式，喺呢一種模式下邊，呢部車有一種好誇張嘅、好衝突嘅咁樣啲性格，咁啊俾你少少心理上邊嘅一種震撼啦嚇。好啦，講到呢度，你咪覺得我批評緊佢係一個負面啊？其實恰恰相反，並唔係。因為漢都係漢，哪怕佢身為1100匹咁樣嘅動力，佢都冇忘記自己應該做嘅咩。其實佢就係一部俾你舒服開嘅，有好好操控底嘅咁樣一部高品質嘅轎車。呢個會係漢應該做嘅嘢。如果要做個類比，我願意將呢架車同咩車做個類比呢？我諗起2架車 E-Class 嘅 AMG、E63 AMG、E-Mark AMG。就係同呢架車嘅性格何其咁相似，嗰部車都係㗎，非常之豪華舒服嘅，作為佢嘅底色嘅。咁由 V8 嘅發動機掉落去喺嗰個年代，佢就係俾到你一啲着住西裝披住羊皮嘅狼嘅嗰種震撼嘅感覺。喺條街道無聲無息嚇，啲鬼火嚟挑戰佢，一腳油門就叫佢食塵，就係呢一啲中產階級嘅一啲嘅底氣，呢啲嘅不勞自威，呢一啲嘅藏住喺入邊，你睇我唔透嘅實力。嗱，呢部車我相信想表達嘅係呢樣嘢。如果喺電動車年代，我想同邊架車同個類比，就係同特斯拉嘅嗰架 Model S 嘅高性能版，同呢部車都係何其咁相似。如果你要飛仔車或者要一部賽車嘅感覺 ，Model 3P 啊，嗰部車就係一部性能車。跑車嘅 feel 嘅，但係 Model S 嘅高性能版都比唔到跑車嘅 feel 嚟嘅。嗰部車哪怕2點幾秒加速嗰個版本，都係一部舒適優雅嘅行政級轎車嘅。嗰部車就係咁樣嘅風格，而漢就係咁樣可以做到啊。所以20零萬佢可以有令我
條件反射式咁諗起一架 AMG 嘅 E-Class 以及一架 Model S 嘅高性能版，我認為佢係非常之成功嘅。並且喺大部分嘅情況下，呢部車我用其他模式去開佢嘅情況下，呢部車你忘記佢嗰1100匹，你唔使下下都攞啲架撐出嚟嚇人嘅。我知你氣大活好，你收埋佢唔需要。需要你放飛自我嘅時候，你先將嗰啲嘢攞出嚟。喺平時嘅時候，唔該你斯斯文文做一個有涵養、有素質同埋大把貨、好有自信喺條街度唔起眼，但係關鍵就嚇你一跳嘅咁樣一啲實力嘅人士。呢部漢佢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底色嚇。好啦，你覺得神父嘅人都係啲玄學嘅嘢，我同你講並唔係。當我用一種失去比較瘋狂嘅方法去揸佢嘅時候，我亦都發現呢部車嘅底盤嘅進步呢，有啲出乎我嘅意料。我特登揀一條鋪設唔係好好嘅路面，我就會睇到呢個雲臉 C 底盤，其實真係做咗啲功夫。你睇我轉個彎，佢嘅側傾都唔係好誇張，啱先嗰個彎轉得好快，你睇響咗胎噶啦。佢嘅嗰種控制，你睇我做一個少少嘅繞裝，部車嗰啲動態乾脆利落，但係佢又唔係切豆腐嗰種啊，佢係帶少少橡筋。冇錯，佢就係一條橡筋，嗰條橡筋就將架車掹住，永遠保持喺中線嘅位置。你側咗我掹你翻嚟，側咗我掹你翻嚟，唔係為個錘揼你翻嚟，係掹你翻嚟。嗱，呢個會係呢條底盤要做到好嘅一個地方。第二個就係呢架車整體電子裝備方面嘅協同能力，呢個令我有少少吃驚噶。嗱，我做呢個比較危險嘅動作，喺轉呢個 U-turn 嘅時候，唔好忘記啊，我用運動模式啊，一腳吉落去。聽到響胎係嘛？但係呢個響胎可以保持住呢一架3種個油門係冇點鬆噶，佢嗰個轉嗰個圓圈啊，佢唔會一路一路推出去噶，佢始終都係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嘅圓喺度咁樣轉嘅。講明咩問題？就係車身穩定系統同我個轉速、轉向角度傳感器以及我嘅驅動力全部係協同嘅，令嗰架車喺咁樣嘅動態之下，我咁樣嘅輪胎揸地力情況下，我大家會俾個最恰當嘅動態表現佢，可以響胎，但你唔可以不斷咁推頭，唔可以影響架車嘅行駛軌跡，即係意味住你呢部車可以用盡呢個底盤，用盡呢條胎，而佢嘅馬力。呢1100匹唔係話隨時任你調用，呢個時候佢就唔會俾咁大馬力你，因為俾多咗你就會失控咁推頭。嗱，睇到未？掹翻你翻嚟，掹翻你翻嚟。我而家俾住油行噶，嗰架車依然都係咧攬住個彎心嘅，攬住個彎心嘅，唔會越轉越出噶。我俾住油噶，嗱，再大啲，再大，我地台油啦，踩到盡噶啦。我甚至仲要收少少，因為我俾油嘅情況下，嗰條尾會行多啲。後邊嘅驅動力行多啲，去改善翻個推頭，即係佢前後嘅電機仲有佢協同作用，去保障翻個整個嘅車身姿態係一個好嘅姿態，其實係好難嘅。我之前擔心嘅咩，你就係無厘頭，你就係力大飛咗掉一支100匹落嚟，唔理不管不顧，讓這1100匹車底在佢身體上面放飛。咁啊唔得㗎，呢個身體會俾佢玩廢㗎，好危險㗎。但係經過呢一啲彎啊，咁樣去做佢咁去試嘅時候，我就會發現佢電光火石之間，佢驅動力嘅車身穩定系統嘅呢啲嘅分配，佢可以做得極其咁精準，令到呢啲馬力根據我嘅車身姿態同埋表現，好恰當咁樣去將佢輸出出嚟嘅，唔係一股腦咁傾倒落嚟嘅。呢個係一個比較高學問同埋比較難做到嘅嘢，而呢部漢上邊係真係做到嘅。簡單翻譯成人話就係呢1100匹，你放心，佢絕對唔會嚇親你，哪怕佢嚇親你都係一種震撼，令到你覺得使咗呢啲錢，哇廿幾萬可以有咁嘅推背感，係呢一種震撼，而唔係抵你個咩我撞埋牆啦呢啲震撼。嗱，呢個就係區別啦。其實呢一啲嘢呢，我係對比亞迪近期我試嘅呢兩款車都係有極其深刻嘅感覺嘅。我之前喺南昆山去揸佢架仰望嘅 U7，嗰部更加係發揮到極致，佢係逆四方啊嘛，係咪先？仲有電池避震，佢架車過彎嘅時仲可以負傾度咁樣去轉嘅。我從來揸車咁多年，我未試過一部車可以咁樣嘅車身姿態，同埋咁樣嘅動作側落嗰個彎度，未試過。嗰部車又刷新咗我嘅一種揸車嘅一啲體驗嘅，令我知道原來比亞迪佢喺呢啲電機電控協同方面可以做到咁樣嘅水平，呢個真係讓我少少吃驚。而我今日再試呢一部車，而呢一部車先係20萬級別咁樣嘅車，兩電機1100匹咁樣嘅呢啲嘢堆落嚟，佢都可以做到如此水準嘅咁樣嘅電子化方面嘅一個平衡。
可見佢喺呢一方面嘅功力係幾咁犀利。換言之咧，呢一部車到最尾，我覺得係非常之震撼嘅一部車嘅。佢嘅震撼能力嗱，賣幾多唔重要嚇。你有啲人話呢個車可能佢銷量啊各方面係咪達到佢嘅預期？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但係我哋單純從產品，我係關注產品。從產品嘅角度，呢架車掉落20幾萬嘅水平，同998掉落10萬級別嘅嗰啲比亞迪，我認為佢嘅意義係一樣，甚至更加大。998只係打個性價比，而呢一架掉落20萬級別嘅車，佢唔止係性價比，仲係引領咗一個技術方面嘅標杆同埋調校方面嘅一個好高嘅一個水平。而呢架比亞迪嘅呢個漢 L 呢架車，佢係真係做到咗。所以未來可期啊！我從呢近期試嘅呢兩款比亞迪嘅新車上邊，我都見到佢哋而家厚積薄發攞出嚟嘅產品，佢究竟去到嗰個咩水準？以後佢仲會做到啲咩事情出嚟呢？以後佢啲車會更加令呢個行業有啲咩更加大嘅一個震撼呢？真係要更加拭目以待。